第二集，點解香港人嘅重視效率？好多人話香港人做咁急，講咁快，其實呢種效率文化係環境慢慢塑造出嚟。首先，香港生活成本高，租金、人工、時間全部都貴，令每一分鐘都有價值。如果做嘢拖慢，成本就會即刻上升，所以大家自然追求快同準。第二，香港係高度商業化城市，金融、貿易、零售同服務業節奏都好快，截止時間、交付要求、客戶期望都推動大家用最有效方法完成工作，久而久之，效率就變成一種習慣。第三，城市本身嘅設計都支持效率，地鐵班次密，八達通付款快，街道連接清晰，呢啲都鼓勵人快行、快決定、快完成事情。但係效率文化亦有代價，講嘅直接，有時少啲寒暄，容易俾人感覺冷漠。不過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直接唔代表嘅禮貌，而係尊重時間。近年越嚟越多人開始追求慢一啲嘅生活，例如行山、離島、簡約生活，嘗試喺效率同生活質素之間揾平衡。你覺得效率係香港最大優點，定係最大壓力？留言講下你點睇。